如果生命中能夠有個人令你覺得跨越大半個地球去見面都好值得，其實都幾幸福噶。Hello， 今日係我喺溫哥華嘅第24日，執咗篋，寫咗卡，食咗最後一餐飯，準備道別。臨走仲玩埋刮刮樂添啊！雖然都已經過咗3個幾星期，但心情又好似突然間未準備走咁。呢3個禮拜咧喺溫哥華同以往去旅行好唔同，雖然都會去旅遊景點打卡，但令我最開心嘅係有機會親身去體會我個 friend 移民後嘅生活日常，同佢一齊感受呢邊嘅天氣。行佢每日返工返屋企嘅路，睇到佢每一日睇到嘅景色，能夠參與佢嘅新生活，同時間又一齊創造新嘅回憶，去啲佢都未去過嘅景點，一齊去吊橋，去搭纜車，去踩單車，去試新餐廳。我徹底咁體會到，對於真正嘅友誼，地理上嘅距離根本唔算啲咩。即使咁耐冇見，見到面嘅感覺依舊如初。其實呢，今個旅程有好多好難忘嘅回憶，但講出嚟好好笑啊！我最深刻竟然係佢夜晚走過嚟共上我張床傾偈，佢 day off 嘅時候，朝早一齊攤喺屋企 hea，因為嗰刻嘅我哋就好似翻去大學時候嘅我哋。唔知你哋都有冇好重要嘅朋友移咗民呢？係啊，係的確係會好掛住，但見到佢能夠追逐自己想過嘅生活，平安快樂，反而咧真係會打從心底替佢好高興。同埋我覺得能夠有一個人令你覺得跨越大半個地球去見面都仲係好值得，其實都係一種幸福嚟。呢20幾日喺溫哥華嘅日子帶俾我好多快樂。如果你都有睇晒我每一日嘅記錄，都多謝你哋陪我一齊感受呢段時光。我終於履行咗當初嚟揾你嘅承諾啦，下次到我等你返嚟揾我啦。